在哪里？你在哪？我以为你跟在我屁股后面嘞。是啊。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由我们的下盆教会最可爱的下盆教会所带来的赞美。他们也要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哦，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他们掌声鼓励。下盆教会是我们有归传道所带领的领军的下盆教会的哦，我以为是妇女诗班，结果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弟兄啊，再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吗？谢谢。他们要演唱的歌曲是《阿奈达德拉呼亚巴达》，掌声鼓励。接下来是由福山教会，请准备。手就是音乐哈。谢谢。他们刚刚站在那边，我以为他们还要唱一首歌。好，接下来呢？哇耶！现在是哪一个呢？现在是由福山教会来为我们献唱一首泰雅圣诗266首。好，接下来呢，福山教会献完诗以后，是由我们刚刚的客人等会就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团队。好，我们等一下要请陈胜荣校长来为他们介绍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次为福山教会来给他们掌声鼓励。来，现在他们是清唱哦，所以你们的手哦，你们的掌声是乐器哦，帮他们打拍子哦，好不好？好，靠麦克风近一点哦，好，再给我们掌声鼓励。手接回下来，帮他们打拍子。Dunia kama
谢谢。佳琪，刚才有一幕我觉得很好玩。哎，怎么了？那个为什么那么多人怕麦克风啊？麦克风会把它吃掉吗？我也很怕，你也怕？哎呀呀！啊，这种那个怎么唱？尬西，尬西啊，这样。好，非常国语是很难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真的是坐飞机来的哈，所以穿的跟我们不一样，坐飞机来的就是穿的跟我们不一样。是，而且很热哦。对，然后皮肤啊、头发都跟我们不一样。是。上帝的创造真的太奇妙了。对。那我们就不多说，好不好？好的。一样，把时间交给他们。来，我们请他们到前面来。我们用很用力的掌声来欢迎他们。Dokter Tepora itu saya. Makasih收面你了。这个是纽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理工学院是毛利族的学生。我们感谢行政院原民会国际文教处，那么他们提供的一个经费。那么透过我的协会，我现在是台湾原住民部落产业协会的理事长。那么我们原民会呢，希望原住民文化跟外国的文化要交流，所以呢，这个 case 呢，就给我们大概充足的经费，可以邀请别国的大学。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邀请纽西兰，因为毛利族跟我们打雁一样。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的就是南岛民族 Ataya Association in America 台湾分会的负责人 Tony Cody， 他是一个创办人负责人。那他也是我们打雁哦。你看这边很像谁？你注意看中字的，他是不是很像游戏里？他是游戏里妹妹的孩子。他因为爱台湾，10几年前他就移民到台湾来，然后娶了台湾的姑娘淑明小姐，在吗？挥手，弟妹有没有在？然后在后面淑明小姐她的太太，很好。那这次呢，我没有想到毛利族，他们也是爱神的人。今天我说快点，来不及了，因为黄牧师他说6点半到8点半，我们怕迟到，结果我去看，他们全部在房间祷告，用毛利族的话祷告，好像我们用打雁给的打雁努力我很感动。所以今天他们能来这边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打雁很多的亲戚在南岛民族，在菲律宾，在这个纽西兰，还有 New Guinea 包括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打雁所以很多地方那会。那么他们的头目就是奥克兰大学的这个院长那他说我一定要跟大家祝福，讲几句话嘛。那先请我们的那个Tony 讲一下，他会中文，但是一半我们听就好。
谢谢。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罗嘎师傅。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邀请给你我的纽西兰朋友，我邀请他来台湾，教你分享他的文化，谢谢你，我说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这个是我的礼物给你，谢谢。好，插播一下，下个节目是我们乌来青年请准备啊。这是他们的老师讲一下他们表演的内容。你好吗 ？Kira。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share our culture with you. 感谢你们让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文化，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文化。Our first item is that we're going to sing a hymn in Maori, and then the second choral item will be a song which remembers our soldiers who were kill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 他们会带来的第一个表演就是一个传统的毛利语的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的话呢，就是表演他们会那首歌代表的意义就是他们曾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的勇士们，纪念他们的歌。Then we will do an action song, again remembering our relatives who were kill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个是表演歌加上舞蹈，然后也是在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亲人还有他们的族人有不小心在那个时候失去了。好，掌声鼓励。We will do an item using these sticks, which is called a stick game, a rhythm pattern using sticks.